后来镜头山登来台湾来到云林，顶个月才有30多只的山狗走入去各中的校园来作乱，搁来抢学生的早顿。最近伫个元中乡的抽水站的附近，搁发现到这个台湾山狗的影只。农业处2个猎狗的人员，搁去互家受伤。 高山仔跍伫咧水缸食番薯，有时阵佫会撞起落的，唔惊人，嘛唔惊狗，佫会偷食狗仔物件。高山仔出现伫咧云林元中乡抽水站附近，引起民众注意。 你会跑来跟人亲近，他不会怕任何陌生人。你只要有在那边，像我们工人都会在那边吃便当，对，或饮料在旁边，他都会很靠近的，都会靠过来这样拿走。虽然高山仔唔惊人，不过顶个月云林才发生30多只狗走入去各中学校内底，佮抢学生仔的早顿，烦恼佮发生攻击的事件，民众紧通报农业处。 猎狗的人伫猎过程，佮捡狗撩着伤。大概是右手啦，大概在这个地方那可能就是因为那只小猴子也接近成年了我们研判应该是有人养。因用铁笼掠失败，尾仔甲食放伫咧桶仔内底，才顺利互掠着狗。目前那个猕猴也已经野放到那个野外，同时也去医院做一些打破伤风跟狂犬病疫苗。 农业处强调，台湾高山仔就算毋是保育类动物，不过嘛是袂当饲。若无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罚6万到30万。若是发现高山仔，就要随通报农业处处理。